一只狗仔行过去，狗仔讲：我想要改我的名。柜台内底迄只秘书教讲：请问你要改名的理由是啥物？因为我的名号做Coco赛。哦，我号做冰淇淋糖呢。恁敢知影拄则我讲的这个动物的名谁人甲因号的？因为主人毋是，因为这个动物拢毋是人咧饲的呢，这拢是野生动物呢。拄则讲的每一只拢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的动物。拄则讲的名哦，都是科学家发现这种动物的时阵，甲伊号的名，啊，拢号甲足奇怪的。所以这个动物呢，因就想要来改名呢。有一个游戏要请大家轮流起来出任务，咱来看这个食物的名。譬如讲这个这个叫做肉粽对无？这是啥物？肉丸好，开始出去吹。咱来算时间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咿呜诶哦嘎好听好唱真趣味。等下哦，第一个游戏就是先请恁甲内底的母音，就是这几张有伊的学校，甲伊吹出来。哦，譬如讲，这张是啥物？系啊，唔知要安怎量，安尼你就无法度算。你哪会知影是学？若是你无说字袂记字啦，袂记字的人你就来看遮。有伊的学，这是学，安尼我就知影。讲台语。好，多谢大家。